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頻道。澳門辦活動道具唔單止係擺設花瓶，達尚原創設計，為品牌引爆真實商業價值。拒絕工廠量產千篇一律嘅套款道具，達尚全案量身定製，專屬團隊從零設計，將品牌靈魂、專屬視覺符號埋入每處設計細節，獨有沉浸式場景體驗。面對澳門競爭激烈嘅活動市場，幫你築起旁人無法抄襲嘅品牌護城河，風格獨樹一幟，客戶優先揀你。設計唔止追求美觀，獨特性先係吸金關鍵。獨一無二道具大幅拉高活動吸引力，提升現場互動參與嘅積極性，帶動現場消費轉化。難以複製嘅專屬視覺記憶點，加深顧客品牌好感，持續拉動長期回頭復購。與眾不同嘅原創設計，就係睇得見摸得到嘅業績增長點。達尚活動道具設計定製案例，覆蓋高端私人宴會、品牌開業慶典等各式場景，專屬設計打卡裝置、特色手持合影板，款式獨特唔容易撞款，專屬造景提升現場人氣，助力品牌出圈引流，打造難以複製嘅專屬活動場景。達尚懂澳門，懂設計，更懂商業。